邊個會諗到星二代加豪門富三代會將一手王炸打爛，最後淪落到住工廈、公廁、沖涼，一日打3份工還債，仲俾女友掃地出門，諗諗都覺得諷刺。豪門名媛郭秀雲突然爆出驚人決定，直言被兒子徹底傷透心，正式同龐景峰斷絕母子關係，唔再過問佢任何嘢，決絕得冇一絲餘地。呢位頂住錢小豪個仔光環嘅男人，如今比普通人仲慘，搬離千萬豪宅，身背巨債，連沖涼都要去公共廁所，堪稱最落魄嘅豪門公子，令人唏噓不已。就喺尋日，香港娛樂記者突然跟拍咗一位肌肉型男，記錄下佢令人窒息嘅奔波日常，連喘息都奢侈。呢位男人嘅係網紅，亦係特技演員，白天連趕3場工作。佢先係喺網上直播帶貨，推銷健康食品，結束後立刻化身拳擊教練，俾學員上堂。忙裏偷閒嘅間隙，又馬不停蹄去拍廣告片。拍攝過程中，佢全程親身上陣，唔使替身。從10幾米高樓縱身跳下，喺飛馳嘅車頂奔跑，頗有幾分當年成龍嘅拼命風範。但係冇佢嘅運氣，可同成龍動輒天價片酬截然不同。佢辛苦一場，只係攞到微薄嘅車馬費，拍完又匆匆趕落去一份工作，一直忙碌到夜幕降臨，連片刻休息都成奢望。結束所有工作之後，佢返到自己當下嘅住處，一間老舊工廈，同朋友擠喺狹細嘅單間入面簡單食飯。更令人意外嘅係，呢個小單間連獨立浴室都冇。忙碌一日嘅佢，匆匆扒完幾口飯，歷完狗之後，只能趕去工廈附近嘅公共廁所沖涼，狼狽不堪。見到呢種奔波勞碌嘅生活，唔少人都感慨，呢個分明係港漂為生計奔波嘅常態，再普通唔過。為咗碎銀幾兩，慌慌張張，實在冇乜特別。唔明記者點解會特意報道淡養一個普通人，可事實卻顛覆所有人嘅認知。呢位擠工廈嘅男人根本唔係普通港漂，而係實打實嘅星二代加富二代，係一代武打明星錢小豪同知名名媛郭秀雲嘅仔。佢就係龐景峰，一個被命運捉弄嘅豪門公子。講起錢小豪，肯定大家都唔陌生，佢係香港武打片嘅代表人物之一。上世紀80年代，憑藉僵屍先生紅遍華語影壇，仲有太極張三豐等經典作品深入人心。巔峰時期曾同李連杰齊名，風光無限。而佢嘅母親郭秀雲更係出身頂級豪門，父親係美裔德國籍富商，亦係香港知名珠寶商人，同時仲係海洋公園創辦人之一，家底十分雄厚。郭秀雲從小錦衣玉食，家境優渥，備受寵愛。其他女仔玩洋娃娃嗰陣，佢已經將獅子當寵物，仲有雪豹等猛獸。骨子裏自帶野性同張揚，亦正因為呢份性格，佢對武打明星錢小豪一見傾心。1989年，兩人因合作奪寶俏佳人，因戲生情。1990年喺澳大利亞結婚，當時郭秀雲年僅19歲。同年8月，兩人嘅仔錢浩然出世，可孩子嘅到來卻成為咗兩人婚姻矛盾嘅開端。郭秀雲喺國外長大，性格熱情奔放，我行我素，甚至為咗留住青春，接拍風月片，唔顧世俗眼光。呢一個決定令思想傳統嘅錢小豪完全接受唔到，兩人為此爆發激烈爭吵，矛盾越演越烈。雪上加霜嘅係，爭執期間，郭秀雲發現錢小豪惡習，佢有偷拍女性裙底嘅毛病。怒不可遏嘅佢，直接將丈夫醜聞公之於眾。呢段婚姻最終破裂。離婚後，個仔被判俾郭秀雲撫養，錢小豪每月只需支付1元贍養費，極具諷刺。呢個象徵性嘅數字，坊間一直有傳言話係郭秀雲為咗羞辱前夫刻意為之，唔解氣。離婚後嘅郭秀雲好快嫁入真正嘅豪門，同自己門當戶對，成為鋼鐵大王龐鼎元第5子龐傑嘅妻子。婚後佢將個仔錢浩然改名做龐景峰，而龐傑對呢個繼子視如己出，十分疼愛。唔單止送佢就讀昂貴嘅國際學校，悉心培養。婚後多年亦未再生育，擺明咗將龐景峰當作繼承人。但睇嚟，龐景峰由細就坐擁雙重資源，一邊係繼父繼母嘅無限溺愛同經濟支持，一邊係親生父親錢小豪喺娛樂圈嘅人脈扶持。
佢30多歲同母親行街，上千蚊嘅球鞋依然由母親買單，仲喺叔叔錢嘉樂嘅幫助下學習武打同特技，擺明咗要進軍娛樂圈發展，前途本該一片光明。可再多嘅資源落到能力跟唔上嘅人手上，終究係一場空。前幾年，龐景峰靠住從叔叔嗰度學到嘅特技知識，加上繼父出資支持，耗擲200多萬同朋友合夥辦學，開辦咗一間武術特技學校，滿心期待可以有所成就。奈何經營唔好，或者係遭遇合夥人坑騙，學校開業即虧損，直接血虧200多萬，血本無歸。今年年初，佢仲被公司聘請嘅模特兒控訴拖欠薪資，陷入一團亂麻，處境雪上加霜。接連虧損之下，龐景峰只能及時止損，關停生意。如今更係背負住50萬債務，壓得喘唔過氣，不得不一人打多份工，拼命還債，艱難求生。好多人唔明，區50萬甚至200萬。對豪門嚟講不過九牛一毛，點解屋企人唔出手相助？答案令人意外，龐傑其實係個空心富二代。龐傑雖然係鋼鐵大王龐鼎元之子，但龐鼎元早喺1993年去世，家族資產早已幾房分家，後續發展全憑各自本事。而龐傑並冇繼承父親嘅商業頭腦，能力平平。佢名下嘅中天傳播集團去年仲被投資公司告上法庭，追討一筆2008年就欠下嘅9000多萬債務，可見公司多年一直虧損，連舊債都無力償還。繼父係空心富二代，龐景峰自然成為咗空心富3代。呢幾年，郭秀雲同龐傑早已唔復往日風光，但又放唔下豪門身段，一心想保住社會地位，便將全部希望寄託喺兒子身上，指望佢可以聯姻同豪門貴女聯姻，以此挽救家族頹勢，東山再起。龐景峰雖能力平平，但外形出眾，身材健碩，本係聯姻嘅好籌碼，可佢卻親手打碎咗父母嘅希望。前幾年，龐景峰同落選港姐劉溫馨相戀，深陷其中。劉溫馨同陳凱琳同屆參選港姐，2013年躋身4強，之後簽約 TVB， 出演過《使徒行者》等多部劇集。出身普通家庭嘅佢，一直渴望嫁入豪門，擺脫底層。2023年兩人確定關係後，劉溫馨便滿心期待嫁入豪門。2024年直接離巢 TVB， 做好咗當少奶奶嘅準備。可相處日久，佢先發現龐景峰根本唔係咩真豪門，只係住豪宅、身負巨債嘅空心富二代，希望落空。而郭秀雲本就指望兒子聯姻攀高枝，見到劉溫馨後，當即火冒三丈。直言對方貪圖家境，無法俾兒子任何幫助，堅決棒打鴛鴦。可龐景峰偏偏係個戀愛腦，唔顧父母強烈反對，甚至唔識同屋企人決裂，執意同劉溫馨喺外面同居，一副非佢唔娶嘅架勢，固執得無可救藥，只係貧賤夫妻百事哀。當劉溫馨睇清現實後，徹底心灰意冷。佢知道郭秀雲絕無可能接納自己，而龐景峰身無分文，仲負債累累。兩人爆發激烈爭吵，最終劉溫馨將龐景峰趕出咗同居住所。自此，龐景峰陷入無家可歸嘅境地，走投無路，既返唔到母親嘅千萬豪宅，又被女友掃地出門，只能寄居喺朋友嘅老舊工廈入面，苟延殘喘，過住擠單間、公廁沖涼、打多份工還債嘅底層生活。睇住呢種境遇嘅龐景峰，只覺得嘅諷刺又心酸。諷刺嘅係嗰啲表面風光、內裏空虛嘅沒落豪門，為咗維繫體面同地位，唔識打腫臉充肥仔，折射出當下金錢至上、慕強攀富嘅社會現實。心酸嘅係佢並唔係大奸大惡之人，長相帥氣，性格憨厚樂天。若生喺普通中產家庭，或許可以安穩度日，平淡幸福。可佢偏偏出世喺逐漸空心嘅豪門，由細到大都被物質包裹，享受住家族資源，但係亦都被逼背負起振興家族嘅重擔，冇獨立謀生嘅能力，最終被命運推住走，落得淡樣進退兩難嘅境地，令人惋惜。只能說人生嘅際遇從來唔由出身定義，嗰啲藏喺光環下嘅無力同坎坷，終究唔會缺席。